很开心大家今天可以一起来参加木凡和明宇的结婚礼拜。那想必大家一定都很期待。那虽然大家都是2024年10月19日上午10点，平木凡弟兄、陈明宇姐妹结婚感恩礼拜。礼拜开始，新郎新娘进场。首先进场的是花仙子、
好，各位可以把目光转向礼堂的后方。好，大家不要再找那个4、5岁的花童了，她是明宇的妹妹，也是各位可能看过目前年纪最大的花童。不过虽然是最老的花童，但在姐姐心中，永远是迄个上古锥的小妹。谢谢花仙子的祝福。那接下来是伴郎伴娘入场，第一组伴郎瑞俊、安妮。好，那我们给瑞俊和安妮一个掌声。瑞俊是小皮高2的同学，最初是在网友认识的，好，兴趣非常的广泛，大家可以好好的找他聊聊天，他非常会聊。好，那安妮是明宇大学团契的学妹，当年明宇和小皮谈恋爱的时候，安妮就是那个说好啊，如果你结婚的话，我就当你伴娘的那一个人。好，非常有义气，现在还是没有忘记当初的那一个承诺。让我们给伴郎瑞俊和伴娘安妮一个热烈掌声。第二组伴郎志佳、伴娘雅涵，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志佳是小皮高1的同班同学，两人他跟小皮都参加乌克丽丽社和南一中的团契。小皮的高中生活都充满了他的身影，是一个对事情认真负责、很有纪律的人，他也是信仰上的好榜样。那雅涵呢，是明宇在大学团契的同班同学。上帝安排让他们在大3的时候，一起担任核心同工，一起筹备了很多的事工，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让我们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刷得来。接下来是重要的来宾，让我们欢迎新郎小皮爸爸妈妈，掌声欢迎他们。皮爸爸、皮妈妈，天堂的骄傲。不要给我们的掌声。谢谢小皮的爸爸妈妈。接下来，要欢迎我们今天最帅、最开心的我们的新郎进场，掌声欢迎。小皮太腼腆了吧？小皮是在大学有参与手语社哈，要不要用手语跟大家说个我爱你这样子？可以吗 ？OK， 好。我们再次给小皮木板一个热烈掌声。现在请新娘和爸爸妈妈进场，会众请起立。
掌声欢迎新娘和爸爸妈妈。今天最美丽的新娘子和养育她长大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现在心里一定在想，当年的小女孩，现在竟然要嫁人了。虽然很感动，很不舍，但应该也是非常的开心。大家再用更大的掌声、更大的祝福，给我们的新娘和新娘的爸爸妈妈。请大家维持站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是天父世界。各位请坐。接下来邀请基督救恩之光教会的石斌牧师和印尼牧师来给小皮和明瑜祝福。好，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各位牧凡和明瑜的家人朋友啊，大家平安。我们是明瑜在台中教会的牧者。我们今天要来这里受邀来给他们一个祝福。
这其实是我们第一次受邀在婚礼上面为人祝福哦，所以我们想了很久，就是到底要讲什么。那我想问问看，就是老公，你觉得我们这8年的婚姻生活中啊，你有什么特别的感想或者是智慧吗？讲到智慧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你会比我多一点。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情比较多。好，所以那个小皮可以看一下，这就是生存的智慧啊！适时的把球丢给老婆。那说到这个智慧啊，其实在圣经当中呢，有5卷书，它在讲的就是人生的智慧。这5卷书呢，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所以我们想用这5卷书里面的一些简单内容呢，作为送给你们的祝福。在新婚的第1年呢，大致上都是很愉快的哦，但是也会遇到一些冲击，像是我老公在结婚的第1年，他就发现呢，老婆的闹钟5、6点就会响，但是老婆永远不会醒，然后老婆也不会在那个时候醒来。好，这些冲击呢，会在你的婚姻当中呢，渐渐就像约伯一样，让你觉得有各种的苦恼甚至而且约伯他身边还会有各种朋友给他的各种意见，但是这些意见通常不一定会有用。然后呢，你就会开始就觉得怀疑生命的良善。在婚姻当中呢，跟对方一起生活呢，会有各种的心情哦，像是会有开心的会有难过的，有时候会有生气，也会有很无言的时候。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明瑜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很多心情我们都会想要跟对方分享。但是对方不一定会认真听就像呢，我老婆在睡前的时候都很喜欢跟我聊天，讲各种心情。可是那时候我其实只想要滑手机跟追剧而已，或者是放空。对，然后所以呢，老婆会发现，讲了没什么用，所以呢，就只好像诗篇的作者一样，就是去写日记跟上帝讲哦。你知道吗？有时候当他特别早起的时候，很早就起来，然后就坐在书桌前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天是他心情不好或是在生我气的时候。但是渐渐的呢，你就会发现，在婚姻当中，要求对方来满足你的一切期待跟需求，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满足你的这一切。所以有时候当我老婆遇到一些事情，有一些烦恼的时候，我会问她说，你想要讲给我听吗？或者是你也可以讲给其他教会里面的好姐妹听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同理你。或者是有时候我觉得老公有些事情需要调整，那我就会先去祷告，然后呢，我就会等待合适的时机。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去吃早午餐，或者是去公园散步的时候，然后我再跟他聊这件事。这就是箴言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你们这样做以后，你们就会渐渐的像传道书中说的，你们会体会到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时刻，像是开心的时刻、难过的时刻、吵架冷战的时刻，或者是一起出游的时刻，各种时刻都有它的美好之处。这就是因为在日光之上有一位掌管一切的神，当我们越认识他呢，就越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彼此。你们会在婚姻生活当中一起不断的改变，然后你也会期待一直认识对方，因为对方也一直在改变，那就会发现说，原来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时间越长就越有趣。那你们就会像雅歌书中那个良人跟女子一样，不断的互相追求。祝福你们在婚姻当中带着盼望等候你们永恒的新郎耶稣基督。透过你们的婚姻生活，使你们成为主所爱的。谢谢石斌牧师和印尼牧师，给予明宇和小皮这么温暖亲切的祝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读2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记载在创世纪1章26到28节，创世纪1章26到28节。请大家一起来念，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神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他们，他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第二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9到17节。约翰福音15章9到17节，一样，请大家一起来念，请。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我已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让我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让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你们若遵行我所命令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一切都已经让你们知道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们的果子得以长存，好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会赐给你们。我这样命令你们，是要你们彼此相爱。献诗，接下来请富强教会圣歌队。兄弟的荣荣。
们的新人是在大学团契认识的，在那当中有一个人一路看着他们继续的长大，在团契当中成长，这一个人就是周哥。让我们有请周冠仲传道来为新人勉励，让我们掌声欢迎周哥。喂，好，双方主分人，然后亲戚，然后各位小平民的朋友平安。好，但是这边其实还蛮紧张的啦，你们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哦。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兴大学的他们的辅导，他们曾经2个人都参与在团契当中。而且都在不同的年代担任团契的主席。那小皮是学长，明宇是学妹。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2个人的团契，谁是主席？好，那这2个人在团契时候，其实都是非常活跃的人物，个性也都很不一样。小皮很内敛，但也很有想法；明宇很奔放，但也很有想法。那他们可能在大学时候都没有发现彼此有这么多的想法，可能明宇看小皮就觉得哇，学长、主席好帅哦。然后小皮看明宇学妹，个性开朗，好漂亮。他们可能就因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彼此看上彼此，喜欢彼此。那时候他们2个说他们要在一起的时候，身为辅导。心中有一些murmur，我就想说，哇，这2个人个性很不一样哎，真的要在一起吗？一个个性这么的内敛，一个个性这么的奔放，他们有办法沟通吗？感谢上帝能够走到今天都是上帝的恩典好，那时候小皮甚至在团契里面跟大家说，如果那时候他们班的女生知道他要结婚，应该会崩溃。希望今天在场没有你们班的女生很好 ，OK， 好。所以我其实真的觉得陪伴他们的过程不那么容易。2个人个性南辕北辙的，我也觉得蛮开心的啦。其实是我们在大学里面，我们有一个团契，然后在团契里面，每个人个性又这么不一样。有些人很奔放，有些人很内敛，有些人笑笑，有些人很感性，都有。但到现在，你们在所有的团契当中，你们2个人要变成一个2人的团契了，那谁要当主席？你们要不要推派一下？马上就是小皮了哈。好，小皮，我今天要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些话跟你们2个分享。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其实我都觉得非常美。天父的世界，生之颂，不断的鼓励我们看向这个世界是上帝美好的创造。刚好我今天选的经文也在创世纪，刚好这个经文也是整个圣经里面的第1首诗。当初我把这个 PPT 交给明宇的时候，他还以为排版错掉了。我为什么要把它排成这样子？按照一个神学家卡尔巴特，他观察这个经文，他认为这样排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中间那一排，第1句上帝自己的形象，第2句神的形象，第3句男和女。所以我们男跟女之间，我们是完美的呈现上帝的形象，是上帝自己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所以我鼓励你们，以后你们结婚之后，看看彼此，不是只有看到这个每天看到的面孔，每天疲倦的面孔，而是看到上帝的形象。当我们看向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们可以一起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好。不要忘记今天你们在婚礼上你们唱的诗歌，你们自己选的《天父世界》，以及献诗为你们唱的《生之颂》。
希望你们在以后婚礼，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的时候，看看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帮你们配合在一起，是要你们一起欣赏这个世界的美好。所以不要觉得两看会相厌啊，希望你们以后两看相不厌，好吗？我知道你们两个个性很不一样哦。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常常讨论到底个性比较一样的人在一起比较好，还是互补比较好？我觉得都不是重点。我希望我们在当中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情绪稳重、长大的成熟的人。尤其是你们个性不一样，更应该要学习这一点。我们如何很亲密，但我们还是彼此的寻求一样相同的看法，不要把自己的看法加在对方身上。所以没有人是主席哦，不要把自己的看法加在别人身上。希望你们可以在义中求同，但也希望你们可以挑战彼此啊，挑战彼此，不要吵架，对，然后可以保持独立。好，然后我第二段经文我选了约翰福音，这大概也不是婚礼常会看到的经文哈。既然明宇喜欢他的婚礼跟别人不一样，我就选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经文。这边耶稣要离开之前，对他的门徒有一些话要说。他希望他的命令是要他们彼此相爱。其实我们刚刚看创世纪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他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创造这个世界呢？因为他要对这个世界说：“我愿意。”他要对这个世界说：“我爱这个世界。”所以等一下你们婚礼，我觉得整个婚礼最重要的过程，是你们在等一下牧师的主持之下，对彼此说“我愿意”。而这个“我愿意”不是你们对彼此说而已，而是你们在回应上帝对你们说“我愿意”。是上帝先愿意爱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彼此相爱。有时候我们谈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这是社会责任；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约束。我觉得都不是，是因为上帝先愿意爱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彼此相爱。所以上帝说这是命令，我们不要把命令看得太沉重，不要想到爱是命令，而是想一想，当初是上帝先说了我愿意。而且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最大的事情，所以上帝才有这样办法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爱不是一种感觉啊。我前两天在限动上面 po 了一个贴文，很多人回复我，那个贴文是上面写说，在外国做了一个统计，很多普通朋友相处到22个月之后，他们才开始变成情侣。很多人回复我说：“不可能啊，一开始就没有感觉，不可能变成情侣的。”我们很多人在追求恋爱的时候，一开始是追求一个感觉，追求一个激情。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婚礼当中，好像永远可以保持一个激情，但其实不是这样吧？你们相处到现在，热恋期应该已经过了吧？你们到底怎么样陪彼此走下去呢？上帝怎么样陪我们走下去呢？难道上帝一开始是用一种很激情的方法，然后到现在对我们依然激情吗？上帝怎么爱我们的？上帝的爱是一种委身跟持久的行动。上帝想一想，上帝怎么爱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再等一下许下我们的承诺。想一想。所以你们在团契里面，你们都是契友啊，我们也都是契友，每个人都是契友，没有人是真正的主席哈。这篇经文想说到人为朋友舍命啊，我们可能为你的朋友舍命吗？有办法两肋插刀，然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有时候夫妻关系也是很难这样子啊，我们真的愿意为彼此牺牲奉献吗？根据专家讲，激情会过去，友谊可能会让我们走到最后，但是承诺才是帮助我们走最久的方法。想一想，等一下你们要在牧师面前许下那个承诺，
无论贫富贵贱、生老病死，你们都要陪伴彼此走到最后。这是你们的承诺，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鼓励你们，最后这句话是宇宙心，我陪你们这么久了，我希望你们不要一直想着改变，害怕改变自己。我知道你们两个个性很不一样，也不太想要改变自己，但也不要一直想着去改变对方，不要拿自己的标准跟自己的价值规范大家，对方的一定要有这样的做法。有时候在婚姻里面没有谁对谁错，没有谁对谁错，只有你们愿不愿意依靠上帝的恩典往下走。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主啊，求你加添牧凡、明宇可以有彼此相爱的力量，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学着怎么跟随你。主啊，也求你自己让他们两个可以从他们的关系当中看到你的形象。求你自己开他们的眼，求你圣灵不断的提醒他们。主啊，求你自己听我们的恳求。还这样恳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谢谢周哥，观众传道，给新人还有大家的勉励。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牧师夏文学牧师，新郎新娘以及我们的双方的主婚人，还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刚刚新郎新娘进场的时候，大家充满了欢乐，充满了祝福。不过，在婚礼当中，现在这个时刻是比较严肃一点的时刻，因为他们要彼此真诚的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在开始之前，代表富强教会来恭喜我们两位新人以及双方的父母亲。你们用最大的心力以及最大的智慧培养孩子成长，特别让他们在教会里面成长，这是神特别美好的祝福。所以以下这个时刻，你们要非常的谨慎严肃来表达你们的心意，也让神给众人的祝福临到你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聚集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按照圣经的教训，使男皮木凡、女陈明宇结为夫妇。结婚的礼仪是以敬畏上帝为主，照他的真道来结合，就能得着上帝的赐福。现在请新郎新娘留心来听关于结婚的圣经的道理和成为夫妇应尽的本分。一、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神圣制度。起初，上帝创造一男，后来又创造一女，彼此可以互相帮助。二、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盟约，因为上帝起初创造亚当和夏娃，是一男一女的家庭，作为我们的榜样。第三，婚姻是一生的盟约，五伦之中，夫妇最为亲密。圣经说，他们两人要结连成为一体。第四，夫妇要相爱，如同爱自己一样，彼此照顾，彼此顺服，如同基督爱惜他的教会。妻子当顺服她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夫妇两人应和睦同居一处，并要尊重长辈，爱护晚辈，尽心尽力来荣耀上帝。在两位在誓约之前呢，他们两位说要先做爱的告白，然后大家都满意了，在神的面前做告白。所以这个时候，请木环跟明宇你们面对面，你们两个面对面。好，那要请我们的伴郎来拿麦克风。
我们来认真听哈，听听看新郎怎么告白。明宇你好。你好。我觉得和你比起来，我好像一直不太会说一些肉麻的话，所以我想我的誓词可能会比较无聊一点，这样，请多见谅。那谢谢你一直以来都很体谅我和你有不同表达爱的方式。那我也想谢谢你总是很关心我的需要，也记住很多我的喜好。谢谢你总是在乎我的每一个感受，也很感谢你包容我的任性。当你有情绪的时候，常常要忍受我要求你理性一点，要你不要想太多。但在我自己有情绪时，你又要努力的接住我的每一个坏心情。谢谢你总是认真倾听我的每一句话，并且总是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也谢谢你常常赞美我、附和我，害我一度误会，以为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奇才。谢谢你常常挂着一个大笑脸，并且在我们见面时总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即便因为我包袱很重，都没有什么表情。虽然一直以来我们之间都偶尔会有一些争执，但我愿意在今后更学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想改变很难一蹴可及，但我会在每一个小地方、小事上学习，更包容、更谦卑，放下我无聊的面子，更为你着想。最后，我想要说，谢谢你当我的好朋友，成为我的好伙伴。希望我们能一起携手长命百岁。我爱你。认同他的告白，请拍手。刚刚哈，听到新娘笑得合不拢嘴，我认为应该慕凡没有把自己的稿子给他先看。好，现在来看看新娘怎么告白。好，亲爱的小皮，我觉得你刚刚的告白一点都不无聊，笑到腰有点痛。亲爱的小皮，我想要谢谢你与我一起努力经营我们的关系。打从一开始，我心中的你就是一个很幽默而且很认真的学长，让我非常的倾心。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走在路上，看着我手机中跳出你的讯息，我都会偷偷笑。我们认识7年了，也就代表我很认真喜欢你7年了。在这7年里，我们认真的谈了大概4年左右的恋爱。那我想要跟你说谢谢，因为谢谢你在我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然后你陪伴我，你也聆听我。谢谢你在我跟你大吵一架之后，愿意因为重视我们的关系，所以会来跟我一起想出解决的办法。也很不过有时候也很对不起，因为我时常是个爱生气的人，但是你都会很包容我，告诉我说其实不用那么生气，说不定别人有他的苦衷是我不知道的，或是告诉我说事情不一定是像我脑中的小剧场那样。认识了7年，我很开心现在可以站在这里正式成为你的另一半，因为7年前的我呢，已经在幻想今天的画面喽。我想说的是呢，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都很认真也很实际的在认识彼此。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彼此的过程可能有一些丑陋，或是有一些不堪。但是透过爱我们的上帝，以及上帝摆在我们身边很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牧者、我们的辅导，使得我跟你的关系都得以兼顾，也有机会呢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来看待我们的关系。我想要谢谢你与我一起的努力，谢谢你愿意跟我这样一个这么不完美的人一起经营关系。希望我们的婚姻可以越来越在上帝还有众人的面前成为美好又闪耀的样子。我爱你。好。好，大家如果认同他们2个爱的告白，再一次热烈掌声赞成他们。好，请面向讲台。好，开始面向讲台。你们把最
真心的告白已经说完了，这个时候是一个严肃的时刻，你不要在上帝面前再一次告白。所以呢，皮慕凡、陈明宇，你们刚刚已经听到圣经的教训，你们两位也彼此告白了你们心中的心意。所以这个时候，你们愿意的话，请用右手互握，靠近一点，不要太快了。好，对，好，看这样才握得少。好，这时候要两位来告白以及誓约哈。首先，请新郎来誓约。皮慕凡，你确信这个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并且愿意承认接纳陈明宇作为你的妻子吗？我愿意。够不够大声？愿意吗？我愿意，我好愿意。其实我听慕凡的声音，这个就是最大声的啦，哦。好，第二个更重要，要注意听。上帝使你活在这世上，你当常常以温柔端正的行为来照顾、爱惜你的妻子，敬爱她，唯独与她住在一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并尊重她的家族为你的家族，尽力孝敬，尽你一生做丈夫的本分。你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是否愿意这样行？我愿意。阿们。这时候要请我们的新娘来誓约。干脆请新郎拿麦克风给他，比较快一点，好不好？好。陈明宇，你确信这个婚姻是上帝所配合，愿意承认接纳皮慕凡做你的丈夫吗？我愿意。阿们。上帝使你活在世上，你当常常以温柔端庄的行为顺服你的丈夫，照顾他，爱惜他，敬爱他，帮助他，唯独与他同住，一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并尊重他的家族为你的家族，尽力孝敬，尽你一生做妻子的本分。你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是否愿意这样行？我愿意。阿们。好，他们非常严肃的告白以及誓约。这个时候呢，他们要来彼此互相交换信物戒指，来表达他们一生相守的心意。这个时候，我手上拿的这个是白金的戒指，这个戒指是圆的，代表没有结束的永恒。它的质料是白金所做，代表纯净、圣洁、高贵。当你们彼此交换戒指的时候，象征你们互相承诺委身相爱的记号。但愿你们的爱也是如此的天长地久、纯净圣洁。愿神借着这个婚姻的记号赐福你们的婚姻。这时候你们两位可以面对面，把捧花可以交给我们的伴娘。首先呢，我们要请新郎为新娘来戴上戒指，我也请我们的摄影大哥来抢镜头。速度有一点快哦。好，慢慢来，慢慢来。好，然后把你们的脸面向我们的照相机、摄影机，给他们一个掌声，谢谢。好，现在请新娘为新郎来戴上戒指。好，再看一次我们的摄影师，我们再一次给他们热烈掌声。这个时候你们在面对面，也是用右手互握，再一次互握。这时候我们要来做宣告。现在你们两人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已经缔结着重要的盟约，你们当时常照约彼此相待，才能加添你们的福分，并使人得益处。现在
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们两人证婚，结为夫妇。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愿耶和华赐福保护你们，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们，愿耶和华欢喜的脸看顾你们，赐你们平安。阿们。这时候牧师要为他们做祝福请面向牧师，还是握着手，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赏赐一切美好给人类。我们感谢你，今天因着你美好的旨意，让这对新郎新娘在你的面前誓约成为夫妇。愿你使他们分别为圣，扶持照顾他们，借着你的名接纳他们，结连成为一体。祝他们从今以后互相帮助，同甘共苦，永远相爱，百年偕老。也恳求你帮助他们建立基督化的家庭，顺服主的旨意，服侍你的圣国，造福人群，荣耀上帝。我们将感恩祈求，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这个时候你们在两个面对面。在柔美的音乐当中，我们请新郎为新娘来接纱。新郎卷纱有多久，爱就有多深。一个拍手，谢谢。好，在柔美的音乐当中，不只是接纱，还有一个最美的爱的表示，好不好？给他鼓励一下。好，请你们转头来听音乐，给他们怎么样跟你祝福。音乐继续。谢亲恩。那现在新郎新娘也要透过这个机会，向栽培他们长大的家人表达他们心中的感谢。那现在先请新郎新娘向新郎的爸爸妈妈方向来前进。那请新郎爸爸妈妈起立。小皮有一些话想要对爸爸妈妈来说。好，我要先谢谢我的爸爸，谢谢你是一个很开明而且不拘小节的人，让我在我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背负了很多奇怪的一定要或是应该要怎么做，让我可以长成我现在这个我很喜欢的样子。很谢谢你，也很感谢你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很辛苦的在工作赚钱养家，也因为这样子常常不在台湾，为了让我们过上不缺乏的生活，想要跟你说谢谢。然后是我的妈妈，谢谢你是一个
很乐于帮助且很有才华的人。从小到大，我拿过很多各种你做的手作品，从铅笔盒、束口袋、钱包到手提袋等等。常常只要我提出一些要求，你都会尽量帮忙完成。也谢谢你是一个有趣且包容的人，和你斗嘴的时候很有趣。谢谢我的爸爸妈妈，在知道我和明瑜交往之后，都很支持我们，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什么压力，让我们可以很开心、愉快地走到这一天。谢谢你们。谢谢小皮的爸爸妈妈。那接下来请新郎新娘往我们新郎的爸爸妈妈来前进，然后请新娘爸爸妈妈起立。好，明宇有一些话要来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你为什么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呢？”这个问题我被问过了不下20遍。一方面呢，当然我很幸运，我可以遇到小皮，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重点是因为我看着爸爸妈妈的婚姻，会让我觉得结婚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妈妈不太会煮菜，但是爸爸很会煮菜。妈妈会在厨房里面当爸爸的二厨，两个人有说有笑。我在2楼睡觉还没睡饱，就会听到我妈的尖声惊笑，我就知道她跟我爸爸两个人又在厨房又在一起煮菜。爸爸出门的时候，妈妈也都会说要跟。这20几年来，我这样看下来，我真的觉得你们是彼此很要好的朋友。我跟小皮交往的过程，爸爸妈妈也都给我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要去骑机车去车站，然后来台南找小皮的时候，妈妈忧心忡忡的跑来，对着戴着安全帽的我说：“明宇，要对小皮好一点，不要这么凶。每个人都不完美，你也不完美，小皮还对你这么好，你要对人家温柔一点，知道吗？”听完真的让我哭笑不得，在想说，妈妈是因为太喜欢小皮，所以这样对我说吗？不过这当然是玩笑话。我想妈妈是因为太了解我了，所以在提醒我，作为一个好的另一半，应该是要往温柔的方向迈进。我的爸爸也常常，在我在家里的时候，妈妈去上班的时候，都会跟我偷偷分享一些跟妈妈结婚过程中的故事。这当然是我们的小秘密，不能告诉你。我觉得这些小故事对我来讲是很有意思的。那一些心路历程，那一些爸爸如何做决定，爸爸如何因为爱妈妈的关系做了一些改变，或者甚至是让步，其实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我的个性可能跟妈妈比较像，我是一个比较倔的人，但是听完爸爸的这些故事，会让我觉得，哇，这个是我很好的榜样。所以最后我想要说，谢谢爸爸妈妈，在婚姻当中你们给我树立很好的榜样，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哦。大家继续掌声给，谢谢新娘的爸爸妈妈。接下来是小皮和明宇最熟悉的一群人，这一群人霸占了他们的青春，一起认识信仰，参加营会，在会办打混。好，
创造许多美好的回忆。让我们欢迎中心团契来为小平民鱼献上的祝歌。谢谢中心团契带来这么美的祝歌。那接下来要来致赠礼物，有请富强教会的代表，然后可以来献上我们的礼物。那好，让我们拍掌。好，对着镜头来照相一下。请问还有没有其他那个三营小组吗？三营小组的礼物，好来看一下镜头来合照一下。还有没有？是圣歌队的好，那我们拍掌，谢谢。
还有一个花长老献上一个新婚致喜的匾额。哦，那花长老说，我要来念一下这当中写的字。哦，大家可以自行来听一下。目己已成，主为先。凡事祷告，神当前。明慧真情，终身伴。于愿相恩爱到永远。信喜良人结连理。福杯满溢，万事吉。美好前程，神领路。满载恩典，幸福居。好，非常好。好，长头诗啊，木凡明于幸福美满这样子。好。好，接下来是小皮的妈妈带领的三营小组来带来我们的祝歌《永不分离》。
小组带来的祝福。那作为一个幽默、讲话很有艺术的皮爸爸，听讲你进前就是新人致辞的时候，已经跟别人讲过了，就是很多新人致辞的经验过了啊。之前都是客场，今天是你的主场了哈。好，那我们有请小皮爸爸上台来为新人说几句话，掌声欢迎。我是新郎的父亲皮怀生，今天我很开心，但是我没有打算在今天展现我的幽默感，因为我很明白今天的那个主角是台下2位新人，那我只是一个 NPC 的角色。那首先，我仅以主婚人的身份，感谢各位长辈及亲朋好友莅临小犬、木凡跟陈府千金明宇的婚礼。同时，我要感谢张石斌牧师伉俪、周冠仲传道、夏文学牧师，对新人满满的祝福及勉励。感谢富强教会圣歌队、中心校园团契、山鹰小组美妙的歌声及祝福。当然，也要感谢所有负责婚礼布置及现场施工的兄姐。你们的努力和辛劳贡献了一场非常棒的婚礼。最后，我要借这个机会祝福小凡跟小鱼。如果我的祝福是有力量的，我要将我所有的祝福的一半，祝福你们在未来的婚姻生活中，所有的心意都能被彼此看见，所有的付出都能获得同等的回应。谢谢大家，愿神祝福你们。谢谢小皮爸爸很真挚的祝福。那我们也请女方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起立，然后向大家表达我们的感谢，掌声。好，现在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颂荣。唱完请夏牧师为我们祝祷。主
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仍然站立，牧师要奉主的名来祝福这对新人以及大家。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今天这对新人同在，两方的家长、亲人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现在是新人答谢的时间，新人要向今天到场的家人朋友来表达感谢。那第一个，我们请今天的证婚人，我们的牧者，还有石斌牧师，然后印宁牧师，好 ，OK， 好，一鞠躬，好，请回。接下来请新郎爸爸妈妈上台。一鞠躬。直接请。新娘的爸爸妈妈好。一鞠躬。那接下来请小平明宇向后转，然后向我们的会众。好，向后转来，一鞠躬。谢谢大家的参与。礼成奏乐，会众请起立，新郎新娘退场。让我们掌声，恭喜我们这一对新人，加油！大家请再给予多一点的祝福，给予更多的掌声，祝福他们继续走向人生下一个新的篇章。结婚礼拜到此结束，先请会众就座。那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大合照。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来全部的一个大合照，对不对？到中间，然后请伴郎伴娘是不是协助我们前面的椅子移动到前面，有6个位置这样子。好了，大家稍待一下时间。那等一下也要空一个位置，让新郎新娘再回来我们的位置，这样子。好，那你们要回来了。好，请进，直接那个。好，请伴郎协助我们一下，那个位置的摆设。那等一下先说一下，等一下我们大合照完，后面会有我们各自拍照的顺序，那请大家也可以先留步。那现在双方主婚人可以先就座，然后新郎新娘也可以就座，然后先让我们的先来拍一张大合照这样子。可以。好，请坐。我先看一下。
是。好，OK。那边角落的都过来中间，好不好？啊，你们这个旁边的都站到中间来，5楼的站到这边来，好，站在2个柱子中间才有办法。圣歌队啊，其他的朋友来站到后面去，来这个红毯上面都可以站。啊，对，伴郎伴娘站好，但是不要遮到别人了。